李凤成抽筋上海，长居市场为是西家务的非太太呀，所以为得手水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心态，趁机出矛盾。是讲以来整整各自半年，1947年端阳节二次进上海，后期一天做四副上次，还有几乎虽然不是6万哈，6万的啦，嘿，当然不是现在的6万，真正14岁上现在还在6万是哪里14岁上万也多了。那这个年份，因为同当年代一年一个行情，那1月份200万买1两黄金，导致10月份也214万买1两黄金，所以是这个辰光的钞票不是问题。那么李凤成因为上海不如此，所以是是那副御史让我说水底下，上海人非要兵力，说李先生，你天天上子嘛，哎呀，我来接送20万，啥去？晓得你不口水错地了，说你有空来不想，上海人就不知道公用电话，说的你如果是有啥事体，只要打电话给我马上随来。这样一来，李凤成登了上海后头，今朝日上结束，回到副御史长门口一看没有，谢凤啊，所以要紧过来喊一声，谢凤啊，凤彩，你来啥？哎，来里向来呢。哦，谢凤大大里向身体受的。凤彩，谢凤啊，你最近情况哪家？我没哈呀。哦，我一年天要做4副上次的嘞。我还在6万。6万的啦！哎我，谢凤一听了，虽然没干了海哇。凤彩，哎，那么你还有啥个打算？我啊，有讲，那因为收税嘛，阿家的协议两家头已经出那么多在，所以屋里向个伙食费我也不贴在。那么一只上子的税人嘛，上海去用开3种规呀，还有一副上子的税人嘛，我想商量起行头呀。行头要紧的呀。税是哇，那么还有2副上子的税人嘛，我想把了你打的，你当我生气了。谢凤听到个郎心里向点针针，这样看起来啊，比真的愤怒我当外头人看待。凤彩，你相信我懂地方让我该打，但是不妥当的呀。谢凤哪不妥当叫？你想呢？我现在为了让根死，那么倘使不了先生晓得之么，也多句闲话在。那我答应的同地也放了难打。说完各支部的领班里向露出一句彩票。凤彩，给到是100万，你等我存起来吧。谢凤啊，你哪为什么的彩票讲？那给他先生带我到成都北路长洲市场演出。那么你晓得个呀，市场里的同地们，我差不多几乎3个500个。不过给他们还呀，又不上档位，而且才是上档位，足足1、2年的嘞。那么海到上档位嘛，侪是搿种有动力人家，搿种老爷太太们欢喜我，拨我不少500，那么我不舍得用嘛，全部控制起来着。凤彩，你也多赚点铜钿，金母子200-300万嘛，上海顶间房子。顶间房子啊？所以你顶间房子做啥去？对，为了顶间房子结婚怕用上个，哎呦，小伙子想得个朗向心里想开心的。听我顶间房子做啥家？做啥了？哪不你门得出个？搿叫我哪讲法子呢？有只房子嘛，当然10年了，不记得养马了海。应该是有马的呀。哦哟，那是俺讲的呢，我晓得那种马呀，有意思干说个哇。凤彩，我想想你真个不容易的。那上海滩上一来街头又是叫我不容易的啦。那么实事从严，身体也要紧的呀。我想想是住了市场里总归不适宜的，但不是顶间房子，那么有只自家的房子呢，在水台浪向下来，回走去，拍杯茶吃吃，叫我惬意的嘞。房子3点不眼个哇，即手压好许多，花香不在多。日脚么只要过得舒服就可以吃。
伊子自家的房子还便当店，那是阿呆。海华分讲明，意思杀杀清。我晓得你还这地帮忙有什样的日子？那么来着是，真正结婚下来，房子不然越大，面积不然越多，这也温馨。三凤一看辰光差不多着，凤姐，哎，辰光不早，我要追追。咦，那一家追着稍微熟悉呀。我的先生刚出来忙么事个呀，走起的挨么也不离刚子。你个先生石先生的脾气我晓得的，对和嗓子不是当不随是么？那么有的来走起吃啥我们，让来这地追吧。那么三凤啊，哎，是俺们我还不理你噻。你自个要当心点噶。我晓得着。哎，凤姐，哎，那么我办着啊。啊，三凤不转身来，偏是而去。李凤春等那个门口呀，看得三凤的影子也看不见。那么要进到里向，东地方放好，稍微吃子点么子嘛，床浪向盖来休息休息。哎，想想个日脚，够大也打着。三凤这两句闲话，我才听懂了。其实不知我打三凤结婚还夸张呀。非这么来想，你哪会弄同地来承让我打的呢？所以想想对个生活呢，充满着希望。辰光模样浪向，稍微再吃点么子，那么够压人。先做群肉类，再做鸭肉市场。鸭肉市场鸭场结束，回到现在休息室一看嘛，休息间里向两个人，一个丁天明，一个邵县长。一个小兮兮，一个没客气，实质两家头是狼狈为奸嘛，好人一起。今朝到该打来谁是张开口袋等来上当？为啥？因为丁天明在娱乐上组织的经理，而且开支办市场现在也拿李凤春到你市场里向去，从4点半做到5点钟嘛，做半个钟头，而且刚好。本人120万，两家头一打一当，一吃一唱，李凤春随此上当。凤春想想有120万本人了，还没有。啥气嘛？离开订房子的日子，是个好紧的。所以当然一口答应，合同签下来，6月份开始。那么来想，这样一来，你一日天要做6日，人啊！不是铁打啊！一日到夜不休息，2日天下来不来了。今朝赶到该打娱乐上来，就是一个人只觉着疲惫不堪嘛，力不从心。而且这只胃痛是痛得来像高出来一样，那个地方的河像黄泥这样支出来，两只水封了这个肚皮嘛，啊！哎呦！丁天明才看了眼睛不离，可李凤春大袋里向一手跟进来。现在看见你搿种人的强烈们，愿意做出非常关心你的样子。哎哟，李先生，侬商量话不适宜啦。哎呀，对经理啊！啊？不要紧，我身上还有点痛，哎哟，那啥上头你会得胃痛呢？因为我这2天本身身体嘛不大好，刚刚来的辰光一阵冷风一吹，现在家里痛，不要紧，稍微休息啊。对个，侬太辛苦了呀。哎，我看对侬好伐？反正离开上台还有得交关辰光，侬到里向去玩脱一些好伐？玩脱些。Jenny，扶李先生到里向去玩脱一些。乃因为分头，外头来了，踏进了一位面龄女郎。咁你啥个打扮呢？哦哟，看见只有他人胆花开，穿一套雪白大红的长兜裙，露出2条雪白的大胖，看见只有点后脉凌凌间，一双高跟啊，大概有点夹脚，所以走起路来一挺一挺。上波浪的头发烫得辰光长着，带有点像方便面的神形。眉毛下的细细眼圈，他的上青，三个一年四季为分困心。哦哟，别两单回收听，哎哟，搿只嘴巴大不得吓人。现在讲起来啊，但是新冠的标志，可以做每个化妆品的代言人。这口气里按在里向。李先生，
请跟我来。你好得了呀！那刚才是你在唱歌是给唱出来的呢。请跟我来，汽水忙着你逼不为里，哪个一踩？也是一靠三口在帮家人怎么拉得着？不，我自家来，我自家来啊！丁天明啪身边拿出一卷神球，望着李梦春嘴里向一塞：“李先生，这个神球是代表钞票的，侬拿好，弄到里向去怀推些。啊，有啥个要求，有啥个服务缺点啥，侬尽管讲。反正神球用光脱次，我会得拨侬个呀。Jenny， 好好叫牧师李先生到里向去怀推一些，有什么吧？丁经理，我办事你放心的了啦。李先生，请跟我来。这实在吃不消，唱这个唱出来没像那弄法的，那么根子里的里下去，分真上雷，够一了最浪来，过得起吗？二车两旁边一改一改。而且才是例子和好了个，看不清爽。这个他个嘴浪里向一股出奇的香味，跟子里望着里向一些个进来看，一张衣毯，手机浪向四沟地心为语所。哎呀，这个地方是吃鸦片的地方啊！李先生，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帮你装头烟的啦。什么事？也能吃鸦片呀？这个么子好吃的，这个么子一吃，一家人家也吃光。不，这个我谁该到社会还特些可以的，不可惜。哎呀，又不要你钱的了啦，李先生，你不是有证券吗？不吃白不吃嘛！这个鸦片个么子不好吃的呀，一吃上你的都不得个呀！李先生，我不会骗你的，鸦片是好东西，难得处处不会上瘾的。那，你把这个对着烟灯，对烟灯，把嘴巴凑上去，慢慢的、深深的把这个烟吸进去的了啦！李先生，你不要含在嘴里嘛，要把这个烟吸进去的了啦！味道怎么样啊？味道好极了！哎呀，这个一口下去不得了。这个让5斤6马才是，而且一个人慢慢就看上去精神上来嘛，一个人3口腾云驾雾，是我咪咪吼吼。闻声登着几经神，腾云头神如在，虚浮片面是两闻。神还魂，浑人神，飘飘荡荡是谁真？想进了另一世界里。神登上天梯，石上就像云，做2个
常为是为神。后去即来欺君令，徐然扭起手金盆，提起桌力量真，一天一拉心心心。雨下的吃了高山的灵芝茶，雨下的雨楼来之人，觉得落马的后血气出娘胎，为是第一次，不如推上西沟升大神。李先生，我为你搂搂腿，捶捶背的啦啦啦。这是家里的师傅啊！面邻居恶魔人啊，师傅神人下气破悲愤，落沙了出来上海的李风尘。这个一动一下起一个人，这个他落马电我们登脚闻声日进。李先生，感觉怎么样啊？真的不错，小姐，真的。哎呀，你不要叫我小姐嘛，人家是有名字的哟。我的中文名字叫小丽，英文名字叫 Jenny，大家都叫我妈咪。你对你妈妈妈咪的中山呀，嘿嘿，叫中山名字叫的这个好的。李先生，我不是骗你的吧？对，眼睛袋袋里向摸神球出来嘛，这个神球不能。李先生，这个证券只是你抽鸦片的钱哟。我为你服务，可是另外要交小费的哟。也是对的，服务的质量最大了，消费的倍呀，根本不计划你啥不付出。袋袋里向一摸么5000块拿出来了。谢谢李先生，我有动作搿么叫快了，这个枪么老大子。李先生，下次吸烟记得找我哟。好。记住，我的中文名字叫小丽，英文名字叫 Jenny， 大家都叫我妈咪。你记住啦？晓得。那么呢，习主意上次，这个一位是说的真正叫经纪人实作。等到十六位结束，那边决定没事，是为够压上。门泽助理来到娱乐上，这个一位是说特个无黑，奇怪，就说夫妻吃一顿了，这个上一个人无瑞。一想这个，两个还在一起吃一顿，好的，袋袋里向围几张衣裙。也不要出自家出动地了，所以神女去身上昨日当个庄严女郎，再是个山东衣付腾5000消费，不晓得几日天下来嘛，神去用光的呀！要神去用光吃的不吃不来是娘，其人的天命，当地各位说行为再不我2张，不晓得顶天明星来人去人不上。人家大理说丁天明在已经忙得不得了，不功夫口袋，
有空会得来忙来个。哎呀，身躯500，不吃不来事。一想这个让我去问问服务员看，山东有也耍个高地，叫啥问我来回答你说这样的，哎，倒是肚上。一般人家肚子活得大，那依旧是松的。那么呢，不都同的神吃一年，也是家互动的，投资一定的价位。像那这样山东一房间里向补半个钟的，那么这样一来有2倍。你叫一个庄一女郎，但你装一也1倍，另外还要拨5千小费，这样一来3万5。嘿，到这个辰光呢，这个李凤春不算同意的，这要说一样，3万5谁3万5？不晓得日脚上下来，而且有辰光一日天要吃2顿7万。这样一来，我所有自家的积蓄全部吃光不算数，连到小凤不里的100万都用光。哎呀，哪不拿弄法？一想分哎，该打娱乐上第2季谁也开始，签到1年过后，为好拿第2季保人150万，一家收买至今。嘿嘿，李凤春啊，还是你为啥签第2季呀？丁天明随时还是要让你上这样的当，所以现在辰光看到你这个你避而不见，我时常的那么问出来，是什么样？李先生你为啥走啊？哈，你再进看看，吃这个鸦片这个样子，台上说是讲啥？打死呗，不是？你当该打500老听众啊？你当才是杨部啊？我告诉你。你说的这样，听众越来越少，你上对老板发言话了。市场1年亏1年，这样开下去不来，所以从现在开始，市场停脱那个演技他来终止，那你爸爸。所以听众哪里受出去？好呀，说现在李凤春不来了，喉咙不打脱噻，而且一用满面，1如是10如8，8如7。师傅上次的老板听见个话嘛，个个才来回头里。李凤春到这个辰光，那不正是为四面出宫？今日押上结束，回到府院，一个人像到底个温几人，避了避，人到里向，望到上浪，眼睛激动，真叫爱煞莫及。小凤来着，凤春。听见小凤声音，眼睛上浪下盖起来了。小凤啊，凤春，你来着？哎，我为件事体得来商量呀。哦，啥事体啊？喏，上趟不是讲得了上海订间房子吗？现在30来着。随了南阳街有一间2楼3楼的房子要订脱，面积呢大概20几个平方，定金300万。我觉得地头的面积侪蛮好的，是个门上呢有空白，这浪向陪我去推打，口中子你就拍板定下来吧啊！小凤啊，门这再浪是也去。哎呀，你这个阿特有接触家？有啥接触了不接触家？反正海部出租车没来回，还没去过动地的哇。不呀，我忙呀，门这没空的呀。凤春，我只怕你去得还没拨了人家看中他去嘛，你要落空的呀。概念吧，好了。哦，你也是不空的。我忙了呀。搿么好嘅，你不空嘛，我一家头去。别个我看中子拍板定下来咋？搿么动地拨我。动地啊？咦，300万定金呀？我落得来动地去。咦，我帮了你得个100万，那么你还有娱乐场个帮人了哇？我娱乐场就来这不做噻。搿你发做么？帮人总归拿着个哇？搿是我跟你叔叔发做的的啦。你想呢？前头回去趟码头个动地，搞起来嘛，至少有30-40万的了哇？那个动地呢？我哎呀，不灵，看你吞吞吐吐，欲言不语。凤春，那个动地呢？你为什把动地输脱着、交脱着，还是用脱着？你讲拨我听呢？小凤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不起的呀，谢我呀！我是我佛人，开难开。悔恨交加，三兄为中招，奔波劳碌为苦，身体须让人民一辈力不从心，怒自长难放明居呀西得得我头我知来呀皮木力大呀心发人能为何去我人需呀泪水因却毛亮深深而开手语是雪花人能会后不得因松狗水真是在内痛口一席来小凤啊夫妇是让来回呀中去风去上了时代开来呀个车让黑小凤啊我呼去那昔日丰收你谁定要来归为我这呀屁鬼把美好的谁人计划神能会谢凤啊我凤真真的对不起你呀谢凤听过我是身体的霹雳啊风尘啊风尘外头人对人议论纷纷我才不相信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
我几次来口台，你闲话不几句，接了上场子，跟我一发还拖拉那个。我今朝你等我讲搿两句闲话。搿些辰光三逢三过12日里，街上一栋烂树，送短顶新郎，一直烂得下地心了。分一女，当时你儿终于
这个几三分，还我不多上了眼里。三分，你别看人你有啥闲话讲，你哪怕弄到神，弄个我弄个干我不光的，谁是我风尘是搞啥人的？想想我个辰光刚刚好14辰光，我还抱有希望，所以是见面称邦，风出龙缩，男人饥饿，我谁下过来，还不容易等了上嘴，手吹呼吸上肉，历来家的。现在辰光进上海，虽然不是一类上次，但是当时辰光开杯三妹和实得现在辰光，我晓得才是我风尘吧。哎，后来还我一家，哪个哦？三凤实在眼不来着，儿子眼里，风尘，三凤，我真的想不到那个人是个安不来子，你不要不想，你就想想那个四八五生。知名的台词表演艺术家，搿苗金凤说这句话吓人家称得了灭亡的了呀！40岁还不马上死着，哪会的啦？谁是因为吃子鸦片了？你哪个点才不想想的呢？哎，实则小凤的意思了，就那样。不晓得李凤春啊，你顶到啥？哈，而且你啥个意思呀？三口我吃子鸦片了，我不让罪；三口我48，三口只好活到40几岁。对你妈妈，这是我现在西马唔上第二步路啊！随时欠那个8万块，那你也是讲个最闲话啊，最怒啊！所谓个风尘的林错成美人，这啥面孔上像谁是疯了呀？小凤啊，你个做啥个闲话讲？你那追我多人命啊！老实讲是啥？我哪怕死，我唔杀他。不过我欠那个100万，让我临死之前我总归会还不那个，你放心下子啊！三凤想不落呀，一个人拿吃子鸦片喝却不动的呢，还是我最难死呀！我是打比方不能听呀，还是我千般的实外的懂的呀。等你还是等啥闲话讲，三凤不做声来冒着外头一转头。小凤嘛还不会出来。虽然老辈得来，那么才高于同生。李凤春真是为四面楚歌，追对乌龙，到底他何为其中？